我没有爷爷了，真的没想到会这么突然。我真正的感受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人活在世上，除了阴阳两隔，其他都是小事。我爷爷解脱了，他可以一直睡觉了，不会再有痛苦了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-2天，但是还是没有缓过来。本来想着他身体也还行，毕竟只是老年痴呆和糖尿病，也不是癌症，再活个1年半年应该是问题不大，可以看到我的孩子出生。但是没想到就是前2天的中午，我奶奶还拉起来让他吃饭呢，他还站起来吃了1碗，然后吃了药，正常睡午觉了，结果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了，解脱了，照顾他的人也解脱了。我奶奶和姑姑不用在一个晚上起来3次给他翻身换尿布了。时间真的是很无情，我长大了，越来越懂事了，赚钱了，懂得要孝顺了，但是很多时候老天不给你机会。还依稀记得小时候是平江实小上学的，很多年都是我爷爷骑着自行车在香门桥上来回接送。记得有一次我被老师留到了最后一个，5点钟放学，我到6点半还没有出来，我爷爷就非常的着急，天都黑了，他一路走进来，一路叫我的名字，这个场景我永远都忘不了。但是就在昨天，这一次我给他擦了身，穿了衣服，送他走最后一程。现在我去外婆家接舅舅去吊唁。老外有鸡蛋，08蛋。你说几种这样子的？我老不是该去接触过。啊，在对南海边鸡蛋，不。哦哟。哎呀，爸爸我没老公啊没了。因为不预热，所以心里想更好。小时候每次来爷爷奶奶家都是最快乐的事情，但是现在我非常的害怕，因为最亲近的人突然就没有了。姑姑这1个月已经瘦得脱相了，今天给爷爷做一桌最爱吃的菜。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我常和别人说不要伤心，可是我自己的眼泪却止不住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就是入土的日子了，送最后一程。上次来这里还是5年前，外公去世，我刚过27岁生日。想想我爷爷他27岁的时候是1965年，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。他一辈子那么辛苦操劳，是该休息了，好好的睡吧。余生再无宁，此生宁长眠。天堂没有病痛，爷爷一路走好，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还会团聚的。